清华大学伫今仔日颁发着名誉经济学博士学位，予前中央银行总裁彭淮南，感谢伊对台湾经济贡献。这嘛是清华大学自1996年开始第39位名誉博士。彭淮南表示，会使家己的故乡心得得到肯定，对伊来讲是真大公益。自清华大学校长邱中接过名誉经济学博士证书。中央银行前总裁彭淮南讲，感觉真光荣。回顾过去，彭总裁带领台湾度过世界性金融风暴以及欧洲债务危机。彭总裁大家都晓得，稳定了物价，稳定了金融，创造了高的就业的条件，这些都不是一般人所做得到的。那么这样一个传奇，其实是在中华民国写下了一页难以突破的历史。彭总裁也讲，其实伊到今嘛，同款真关心经济问题，想要把上好的政策分析出来，因为这是伊一生的志业。针对最近国际疫情搁再升温，嘛提出看法。把这些疫苗的专利权呢释放出来，或者是先进国家，你不要疫苗采取民族主义，应把这个疫苗多的疫苗给开发中国家。假如说开放国家大家都可以很快的控制疫情的话，对先进国家有帮助。你不能够独善其身，这个是地球村。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疫情希望能够尽快的控制。彭淮南1971年进入中央银行，一直做到2018年退休，总共43档和9个月，对台湾经济发展和稳定的贡献受到各界肯定。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。